Yo，早晨啊，歡迎收聽 One FM One Info， 今日已經嚟到星期日啦，就係呢個3月25號啦吓。嗱，今日嘅呢一個 One Info 咧非常特別啦，因為有我阿 Win 當班啦，就係快住呢個小手裝嚟當班啦。另外都請咗一位非常德高望重啊，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即係較早前咧，咁我哋好多啲 SPM 嘅同學仔啊、小朋友咧就啱攞咗 SPM 嘅成績啦，咁可能對將來嘅呢個出路咧。會可能有啲擔心啦，又或者唔知自己應該揀啲乜嘢行業啦。嗱，今日咧我哋請咗呢個黃博士咧，黃博士就係呢個馬來西亞旅遊仲有禮待呢個教育中心啦，就係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教育中心呢個 My Centre 嘅主席啊。而黃博士咧亦都係大馬著名嘅旅遊經濟學家嘅，咁佢喺大馬高等教育部咧，仲有旅遊部同埋人力資源部咧，就領導下設立咗呢個大馬旅遊與禮待教育中心，就係呢個 My Centre 啦。咁首先請黃博士同我哋所有 One FM 嘅聽眾朋友打個招呼先呢。係 Wayne 同埋各位One FM 嘅聽眾，係 One FM 嘅聽眾早晨。早晨啊，黃博士。嗱，咁好相信呢就係黃博士非常有經驗啦。咁我哋正話咧就得到啲數據就話到咧。即係舊年咧，即係2010年咧，馬來西亞旅遊業嘅總收入咧就達到56.5個 billion 嘅，咁就比較於2009年嘅呢一個53.4個 billion 咧，就增加咗5.8%嘅。咁以你睇嚟咧，咁嘅情況即係上升嘅趨勢咧，喺馬來西亞嘅呢個旅遊業係咪有得做咧？咁稍後時間呢，我哋聽咗2首歌翻嚟之後呢，黃博士就會同大家分享呢一個究竟旅遊業係咪有得做呢？呢個時間聽翻首歌先啦。我哋有 Vincy 蘇永志嘅真係和先生講到佢呢，稍後時間2點鐘佢都會出現喺呢個 Music Carnival One Utang，唔係呢個係星期六，唔緊要，繼續守住最多好歌嘅 One FM。